今屆嘅全港運動會新增咗5人足球呢項既講求團隊合作又講求個人技術嘅項目。呢個項目非常之適合香港嘅環境，因為用嘅場地又唔需要太大，而且湊夠幾個人就可以開波㗎啦。我哋其實之前已經有不停咁練波啊，去講求我哋隊友之間嘅默契啊，即係對於我哋今場波我哋好有信心去贏佢哋。呢一場呢就係全港運動會5人足球賽嘅決賽，黃衫嘅北區對綠衫嘅東區啊。啱啱見到呢個北區一次好靚嘅 1-2拉到空晒，8號嘅李家耀單刀處理得好冷靜領先1-0開賽初段啫。然後再同隊友一次嘅配合佢跌下咁交到個波，隊友再橫傳俾到空晒嘅戴偉倫射得太正啦，不過對方又解唔切圍，俾佢執到一次死雞。開波只係6分鐘啫，領先到2-0黃衫嘅北區。見到東區嘅守門員高志超都冇晒計，唯有飲啖水啦。今次終於俾綠衫嘅東區就喺前場度搶到個波啦，10號嘅譚兆偉控定即刻一個勁射追翻1-2。不過啱啱嗰頭入波後邊又輸翻1粒喎。見到北區嘅後生仔們有一次嘅快攻啦，再一次8號嘅李家耀又快過晒其他全部人啦。今次佢又選擇擠起個波，龍門跌咗落地，波邊都摸唔到。嚟到半場嘅時候啦，有大人物嚟到現場睇波，就係我哋嘅行政長官曾蔭權嚟到現場，見到佢仲帶埋相機添，唔知佢有冇影到啲靚相呢？因為係特首嚟咗嘅原因特別激勵到士氣，東區嘅表現即刻好翻好多，連中咗幾次柱之後終於由5號嘅曾子軒追成2-3嘅較接近紀錄。時間得翻3-4分鐘嘅啫，見到高志超即刻一手就掉個波上去前場。譚兆偉同隊友一次嘅配合然後就翻去右路接應傳送，再冷靜咁樣去遠處終於追成3-3平手啦。當大家以為都係打和啦咁樣，點知東區就喺前場把到一次機會開個邊線球對方好大意唔夠集中，俾到8號嘅黃家威射入咗得翻40零秒啫，4-3，終於就憑住呢一個咁突然嘅入球東區贏咗今次5人足球賽嘅冠軍啦！特首睇得咁開心，都要走埋去恭喜佢哋啦！喺事前真係估唔到有譚兆偉呢啲升級球員助陣嘅東區要贏得咁辛苦，去到最後嘅關頭先可以贏到一班嘅年輕球員。全港運動會係第3屆啦，係嘛？咁首次有一個5人足球，咁咧其實佢個配套都幾好㗎。一開頭嘅時候咧，佢康文署有啲職員落嚟咁樣，咁我哋咧係東區啦，咁變咗喺柴灣嗰邊練波嘅，咁佢已經係 book 定咗一個場地俾我哋啦，同埋最主要係嗰啲龍門架今年係非常之靚啲龍門架各樣啲波裝備全部好好。